好啦，介紹一款電池俾大家先。呢款香港公司代理嘅 Super V 型號 Power 15嘅電池，分別有6隻顏色嘅。而家攞隻紫色咁介紹俾大家先。好，放低個包裝先。佢其實就有22.5W嘅充電速度啦。10000mAh嘅內置電池。size 體積方面就細過張八達通嘅，你見到。另外呢，佢有內置咗一條15cm 嘅短線，呢度側邊呢條你可以掹出嚟即場插落你啲手機啊、平板電腦啊去充電。側邊呢度有一個Type C 頭啦，或者一個 USB 頭。呢個 Type C 頭可以 in 可以 out 嘅都。另外呢度中間有個掣，撳掣你就可以顯示到你嚿電嗰個電量有幾多。體積好細嘅啫，方便攜帶。另外啦，呢個電呢，就有晒所有嘅認證嘅。包括3C 認證都有。仲有6隻顏色，分別有黑、白、藍、綠、粉同埋呢隻淺紫色。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揾我哋啦，兆輝電腦。